頭先我教咗 listen， 我而家咧就教 triangle。triangle 係咁樣，有兩隻腳喺度噶嘛，升起上去，咁樣好容易嘅 triangle， 1秒就可以搞得掂一個。OK， 係咧，藍色線，我今次講緊啱嘅。如果藍色線喺呢度啦，我喺後邊，即係我喺後邊佢喎，得唔得咧？係可以，所以大家記住呢個藍色線，藍色線最緊要，最緊要。通常巴西柔術都係藍色線，你要睇住，要認真咁樣望去藍色線。好多人咧巴西柔術度咧都超過藍色線，同埋咧掂到藍色線都唔得，同埋咧好近藍色線都唔得，呢啲叫做過界。OK， 過界。